兄弟姊妹咧，聖經教出家出呢個簽人書41節，按樣人講到，係愛教你聰明智慧，係講愛勸帶你行切的路，你一定得到勝利。嗱，所以是家係聽呢個聖經教出嚟路嚟行，佢教出個切路。因為咧簽人書42節，按樣人講到，愛教你嘅腳步行唔會要嘅懶惰。嗱，係講你走，你也唔會跌倒。嗱，所以是家係聽呢個經書嚟行，聽呢個真理嚟行，是家行唔會跌倒，是家走也唔會撲倒。因為乜嘅呢？呢個真理一定帶是家係得勝嘅平安嘅路。因為是家冇走真理嘅路嚟行，時常是家單殺自私嘅路嚟行，大單殺舒服，單殺舒服。唔講過上帝合意，是個單殺舒服嘅路線，時常為咪個對跌，咪個唔好得到勝利，咪個牌。嗱，所以個聽真理嘅路，一定唔會撲下去講。嗱，因為呢個簽人書43人用教出家，揸滿呢個件聖經教出本自家嘅路，自家唔好變黑，照顧保護好呢個真理路，自家一定得到生命路。得到勝利嘅路，因為勝利都係上帝教出嘅路，耶穌教出嘅路，一定大家平安快樂勝利，得到喜樂，得到呢最好嘅路。所以係一個單殺嘅路線，唔係啥會失敗嘅路，唔係自私嘅路，聽上帝嘅路，一定得到快樂，得到平安嘅路。阿門。